像我这样的小资族，去到各地旅游，每次转点就要走好远的路哦。其实偶尔也想要换一种交通方式，让我的双脚可以休息一下。我找了好久好久，终于在网络上发现苗栗的竹南镇上有一种轻巧又方便的工具，可以陪我一起旅行哦。所以今天我就要把它带回家。老板娘你好，你好，我想要来买滑板，可是刚才发现你这间店好特别哦，可以做对垂藤按摩，而且还可以来选滑板。做的啦，亮爱本业，亮爱兴趣，哦，所以做的Q花告没做的，嘿，真的很酷。真的所以你该不会是一边滑滑板帮客人吹头发吧？当然没可能啦。老板娘，那玩这个滑板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？做溜给时间爱提问了，哦，这问题我较懂问题。我知道哦。哦，哎呀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溜啦，所以我想说，待会是可以来请你们教我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店里有小帮手可以教你。真的哦。对，好哦，那就拜托你了，哎，帮我选一个。来，溜给时间我提问了。这间店好特别哦，可爱的老板在小小的店里面结合了自己的兴趣与专业，让和我一样前来挑选滑板的客人可以顺便给老板做做造型。只是虽然我期待已久的滑板终于到手了，但是要学会溜它才是真正的挑战呢。带好护具，我们开始吧。老师你好厉害哦！那你那算是花式吗？它算是 freestyle， 哦，freestyle 的，就是花式的一种。好厉害！你要试试看吗？你是 freestyle 吗？哼。我先可以滑行就好。可以啊。我先，因为刚才你有教我几招嘛，然后俺定在时间会提问，我现在来试试看好不好？你在前面接住我这样。留给时间要提问喽。呀！这样有成功吗？有啊，很漂亮。可以再多练习，对不对？对啊。Yes。看教练表演特技，轻轻松松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但像我这样的初学者，第一步就真的要记得哦，留给时间来提问。